行政長官何厚鏵到廣州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會面。汪洋話今後會繼往開來，繼續深化粵澳合作。李國賢報道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喺廣州珠島賓館會見到訪嘅行政長官何厚鏵。汪洋表示，廣東省同澳門山水相連，有悠久嘅經貿文化合作關係。喺佢上任之後，會繼往開來，將同澳門嘅合作放喺重要位置，並喺現有嘅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合作以及加強合作嘅內容。過去張德江在這兒當書記的時候，他怎麼樣重視我們這個粵澳之間的合作，我會一如既往。而何厚鏵就感謝廣東省一向對澳門嘅支持，一直以嚟粵澳都有良好嘅合作基礎。佢同意喺兩地原有嘅基礎上，要再加強合作。同一個目標，落實在澳門一國兩制有大勢力共同努力嘅這樣這樣。今次係汪洋新上任之後首次同何厚鏵會見，除咗兩個人之外，在場嘅仲包括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同副省長萬慶良等。汪洋喺新上任嘅時候就表明會貫徹中央一貫嘅政策，繼續保持港澳地區平穩發展，而今後亦都會繼續推進粵澳關係嘅發展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李國賢喺廣州報道。